One day from Sapporo, Jerry Days。那我现在就在札幌的 TV Tower 下面哦。那我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一下白色灯束节哦。那逛完这个灯束节之后，再带大家去吃一个非常有名的居酒屋哦。那里面的这个伊古拉洞啊，非常的有名啊。那就跟着我一起走吧。那札幌从12月底到3月中左右会有这个白色灯束节。那从大通公园这一条就是1旧到5旧，还有另外一个会场就在札幌车站的前面那一条路哦。你看这个白色的雪地搭配这个灯光秀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然后两旁还有音乐哦。你可以带个女朋友啊，带个家人来散步，非常的不错。往年这个时候呢，札幌市的 Yuki Matsuri 是在这一条举办，那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没有举办，但是这个白色灯束节哦，照常有哦。然后在我前面有一个灯的艺术哦，那上方看起来就是一个花瓣，然后旁边有白色的灯在装饰。这颜色搭配的很漂亮，哇！我们近一点看，来到札幌市啊，晚上啊，你就可以带老婆、带女朋友或者都带家人来这边看一下这个灯艺术哦，然后望着这个札幌的 TV Tower、札幌的地塔，然后这边也有树灯的装置，一直延伸到Suzuki哦。那我这一边延伸过去是札幌火车站，整条路都装饰得很漂亮啊。然后这个正前方有一个黄色灯的灯艺术，然后中间类似一个，我觉得像一个蛋糕啊，哇，好漂亮啊！那我就走在里面了，让大家身临其境。然后这个是一颗钻石，哦，我讲错了，那这应该是一个教堂。那我们就走在这个长廊里面。那今年已经是第40届了，办了40年了。从1981年开始就有这个灯节，好大的一颗钻石啊！然后这边有一个介绍哈，从1981年开始，每一年的历史介绍。在我前面就是札幌的地标 TV Tower， 那现在是5点51分哦，但是上层有一点云雾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坐电梯啊，买票可以去上面，可以有一个观景台，可以看到整个大通公园这边的一个夜景。那我就继续往前走哈，一直走到这个很好吃的伊扎卡呀。然后我现在就走在往 Suzuki 的路上哦，然后这路中央都是树灯哦，非常的漂亮哦。然后现在是札幌的冬天嘛，那你不要看街上的人稀稀凉凉的啊。大部分人都是走在地下街啊，因为会下雪啊，那今天又下雨，所以大部分人走在下面。那札幌市的地下有错综复杂的地下道路，但是我们要看树灯啊，所以我就走在了这个街道上面。然后右前方这个青色的，就是札幌市的轻轨，然后它是一个环状线，会一直循环。然后呢，票价大约是200块。大家也可以坐这个轻轨哦，然后看整个市区绕一圈，在车上观光也不错。那是轻轨的轨迹。然后在日本的道路的设计规划啊，两旁都没有停车位哦，道路上都没有规划停车位，汽车就是要停在这个停车场里面哦，让交通就非常的顺畅。那我们右手边的那边就是札幌市有名的李小璐，那你要买药妆啊，买一些欧米亚给，晚上也可以去那边买。那有些店家都开得非常晚。那如果你要去吃饭啊，伊扎卡呀，可以到 Suzuki 那边，蛮多的餐厅，很多种选择。那我现在所在位就是李小璐，那李小璐就是你可以晚上来这边买药妆，然后买一些欧米亚给也有。那你要吃一些餐厅，两旁也有非常多的餐厅。那目前它有天棚哦，所以就算下雨啊、下雪啊，你也不会淋到雨，或是就是被雪喷到，非常轻松、非常自在的一个商店街。
那我前面就有一个药妆店，哇，这边还有在卖日本的水果，非常多样式。来，我们就要快到达了。哇，这个螃蟹，这个拉面好有趣哦。哇，那分析看看啊。我古色古香啊。就来到了这一间伊扎卡亚，在札幌是有非常多的伊扎卡亚。那我来到这一家哈，哈基酒哦，那是这边札幌很知名的一家伊扎卡亚哦。我们第一道前菜就这么霸气哦，这个拉面沙拉，而且这个拉面沙拉上面还有这个佐这个，看到都是蟹肉哦，哇，好霸气啊！我们就来吃看看哦，先加到我的小盘。我们先吃一下这个最霸气的蟹肉，非常的新鲜，这个蟹肉超级的新鲜，非常的好吃，满满的海味啊！哇，这个第一道菜就这么好吃了，我真的非常期待之后的菜。接下来第二道菜就是食盛产的这个奶油马铃薯，然后北海道的马铃薯。就是不用太多一些调味料就会非常好吃，所以它只用了奶油。其实北海道的马铃薯就有点微甜的，然后跟这个奶油搭配起来，好好吃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搭配的这个咸的这个花枝哦，咸花枝，然后搭配这个奶油马铃薯，试看看。第一次这样吃，好特别哦。看没有蹦出什么样的火花，这个是咸的，然后搭配这个微甜的。其实吃起来意外的这个味道还蛮搭配的。一开始就是会有一个强烈的这个乙咖的味道，咸的味道，然后我就吃进这个奶油马铃薯，然后有点微甜，然后在咀嚼的时候啊，把这个咸的味道跟甜的味道又融合了在一起。让这一道菜的这个整个味蕾啊更有了层次，我觉得蛮搭配的，蛮特别的，蛮好吃的。接下来就是这一道生鱼片啊，那北海道四面环海啊，当然鱼货量非常的丰富，不止丰富呢，它的这个扇贝啊、虾子的 size 都特别的大，就跟北海道面积大一样。然后这边是这个酱油哦，然后这个店家说是自家生产的，一定要用这个酱油，沾起生鱼片特别好吃。然后这边这个山葵哦，这个很特别的，颜色淡的，是真的用山葵磨的，高级啊。托罗，哦，这看起来筋就很少哦，很少筋。的颜色很鲜艳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新鲜、非常高级的。好厚哦。虽然它筋少，但它咬下去又有一定的咬劲，然后真的是吃起来非常的新鲜。因为它肉质又大块，有少许的一点点筋啊，不过不影响到我这个品尝这个美食的这个雅兴。好好吃哦，太棒了！接下来下面这一道，看到好大一只罗臼产的 Hokkaido 哦。那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罗臼是在道东，很靠近东边，然后那边的鱼货量也非常的大，也非常的新鲜。一入口啊，那个味蕾就尝到它这个海鲜整个的很鲜甜、很鲜美，然后鱼肉吃起来啊，在嘴里就是马上可以很容易的化开，然后非常的嫩。现在我们出口梅西就是整个要爆开的鲑鱼冻饭要上喽，大家期待一下，会有非常特別的上菜方式。それでは突っ込ましまいります。
刚刚看他们上菜哦，来这边就是一定要点这一道，然后看他们这个上菜秀哦。这个整个鲑鱼卵哦，晶莹剔透的感觉哦。这一碗哦，不只有这个味蕾上的享受啊，视觉上的这个整个冲击，也是非常的饱满哦。那我现在就要来试吃喽。哇！满满的鲑鱼卵。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种跳跳糖啊？在你嘴巴那种这种噼啦噼啦的感觉哦，这个感觉差不多。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好吃的程度比那个跳跳糖真的是差太远。然后这个你咬下去啊，那个鲑鱼卵，然后这个啵啵啵，然后整个海味就在你嘴味整个化开了，那充满了整个这个鲑鱼卵的味道。然后它这个有腌制过，它那个我觉得那个酱油非常的入味。我刚刚已经享用这几道菜了，然后你刚刚看得到这些北海道的海鲜都没有太多的调味料，然后可以吃到这个整个海鲜的原味哦。那札幌市呢，就集结了北海道所有有名的水产，你来到了札幌市就可以吃到，像有罗臼的这个 Hokkaido， 然后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个扇贝，所以来到札幌市一定要来居酒屋吃海产哦。我刚刚已经吃完了，现在肚子吃得好饱，非常的好吃哦。这个北海道的海鲜真的非常的棒。如果下次你冬天来到札幌市啊，不妨看这个札幌的灯束节哦，那边逛一逛，非常的浪漫，非常的漂亮哈。那走一走，肚子饿了就可以来到这个伊扎卡亚来这边吃有名的鲑鱼冻哦，可以让它一直加，老板就一直又洗哦，非常的有气氛哦。那今天就这样结束喽 ，One Day from Sapporo， 我是 Jerry， 拜拜，再见。